也来针对这个活动，台记台嘛有派记者到捷克去采访，咱就来看伫捷克当地有一间麋鹿多媒体出版社，伊这间出版社一直咧翻译台湾文学。也来发行人托马斯捌住伫台湾20年，伊定定讲台湾就亲像伊第一个故乡同款。这间出版社已经翻译20本台湾文学，10年来打拼，即马台湾文学伫捷克嘛渐渐受到捷克民众的关心。这几年台湾和捷克的关系真密，像讲伫咧文学顶头，原来是有无共款的交流。伫咧捷克城，都有一间独立的出版社，都号做麋鹿多媒体出版社。伫我后边的这间厝，就是因地出版社工作室的所在哦。因的发行人 Thomas， 其实伊毋那是位作家，原来是伫咧捷克非常有名的艺术家。即马咱就带大家做伙来熟悉伊。Hello， vítejte。我有这里很多我的花，我喜欢花这里。如果我有这个很大的地方，我可以画很大的花。这个有时候我画了台湾的东西。这个花，这个台风收掉了。Thomas 的作品大部分拢是用技能蓝颜料去画的，这种技法和画的色水看起来真艳。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流传到今的技法。Thomas 在台湾住20几年，为着要甲台湾介绍予捷克的民众了解，自2014年成立麋鹿多媒体出版社，翻译台湾文学。伊讲，无论是台湾的原住民文化，还是自然环境，拢是伊认为真迷人的所在。In Czech, we have some tradition and the nature that do inspiration for me too. I don't want only say that I see only typhoon or ocean, but we have today this topic. By this way, I would like say what inspired me from Taiwan, and from Taiwan inspired me the power, nature, and people. Thomas 嘛用伊的画笔为真侪出版的册画图，10年来因已经翻译上无20本的台湾文学，包括李桥、刘克襄和刘家禄创作的原住民生活系列等等。后来伊嘛在想讲，要互台湾人了解捷克的文学，所以伫2021年出版回溯集，这本捷克的民族传说，也互咱的文化部推荐，选做适合中小学的读本。This book is the Czech language Kytice from Karel Jaromír Erben, that is very famous Czech literature. And I did illustrations and I was publisher for this. If I did these illustrations, I searched some ways for my identity. 当年5月至8月，Thomas 拢会为着报纳叫国际庆典回来捷克。未到这10年来累积有愈来愈多捷克民众对台湾文学有兴趣。Thomas 讲，台湾文学因为有真侪丰富的族群语言文化，地书翻译有真大难度。不过因有关的继续做落去，透过文学甲画作，互愈多捷克民众了解台湾。记者卢尚如、柯炳哲捷克报道。